花時間金錢學習靈性，但係得唔到另一半嘅明白同埋支持。喺靈性嘅修行路上，被標籤為怪力亂神，甚至受到抨擊。因為自己變得靈性，同家人嘅關係反而變得疏遠。你喺探索靈性嘅路上，到底發生過什麼事？我知你經過什麼事啊？你可能誤解咗乜嘢係靈性，甚至冇意識到用靈性成為逃避嘅藉口。當內心仍然有不確定、有批判嘅聲音，自然會吸引到外面負面嘅回應。不如我哋嚟重新認識一下何謂靈性上嘅探索啊！探索靈性嘅3個要素。真正尋求靈性嘅人，相信一切嘅安定同埋答案只能夠喺內在揾到，所以佢哋會慢慢停低追求成功、名利同埋認同。當有機會迷失喺外在嘅世界，佢哋會提醒自己唔好咁容易將心流放開去。遇到生活各式各樣嘅挑戰，佢哋會先往內問自己：點解我會吸引咗呢啲人同事返嚟嘅？背後有乜嘢學習，而唔係先去責怪或者逃避。真正尋求靈性嘅人，相信成為真實比一切重要，所以佢哋會主動療癒每一段關係，而唔係戴住面具同佢哋相處。當有情緒感受升起，佢哋會嘗試帶住愛，勇敢去表達自己，而唔會因為要做老好人，為咗表面顧及別人嘅感受，而將自己真實嘅情感收埋或者壓抑。當有內心嘅需要，亦會真實咁表達，唔會怕麻煩人或者怕被拒絕而害怕提出。真正尋求靈性嘅人，會對 Who am I 呢個問題感到好奇。佢哋會思考，人唔係一個軀殼咁簡單，人嘅一生亦唔會只係命運嘅安排。乜嘢係意識？乜嘢係靈魂？有冇神嘅存在？佢哋只係對好多科學解釋唔到嘅範圍有探問嘅精神，而唔係去追求乜嘢能量嘅提升、靈力嘅擴展，甚至偶像嘅崇拜。如果純粹從以上3個方向出發，我哋一定可以簡單直接同佢哋坦白：係啊，我探索緊靈性啊，因為我願意往內。我想成為真實嘅自己，同埋我對我是誰感到好奇啊！相信當你係如此清晰堅定，就算因為佢哋唔完全明白或者理解，而俾唔到你期望嘅支持，相信大家亦唔會因為咁樣而疏遠。除非你對善意嘅關心同提醒都感到抗拒啦，咁就更加需要留意，喺探索靈性嘅同時，亦要修好人性嘅部分。睇完呢條片，你仍然會有些難啟齒，詳情寧可不說，定係願意先自我探問，然後勇敢地同佢哋分享喺靈性嘅探索上，你到底經過什麼事？